我们各地的莲友们，今天早上好。师父早上写这一章，莫教六根日相公，形形色色总是空。物的本来无一物啊，灵山自在你心中啊。这个意思就提醒大家，不要让这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接触外面所有形形色色的六尘，你不要把它当作真的，你中意的，你喜欢的，你拼命的去抢夺，但是最后得跟失之间，你的心失去平衡，被扰乱了，被污染了，你的心不清净了，知道吗？所以这个六根每天都一直攻击你的内心世界，你的内心就烦恼不断了，每天纠缠不清了，你的妄念散乱心就一直浮现。所以你看，每天都让这外在的东西来攻击你的内心，但是你要明白哦，形形色色总是空，外在的一切都是空的啊。它并不是永远存在的啊，它随时都会变动的。今天这个样子，明天就走样了，马上就不同的形式了。所以各位，你要知道随习瞬息万变的，物的本来无一物，你要觉悟啊。这外在的东西，实际上来说，它是没有一样存在的，因为它是缘生缘灭的道理。缘如果生，它就出现了；缘如果散的时候，它自然就消失了。没有一样能够永远固定保持那种形态，让你拥有它、占有它、使用它，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要觉悟，外在的一切都让你暂时看的东西。如果你能了解这个道理，灵山就你的本性自在你心中，你不必向外攀岩，自然在你的心上就涌现开来。那时候你看到你的本性，我们的佛性跟佛完全一模一样。你的本性是清净光明的，你的本性是没有生没有灭的，你的本性是记住一切的，你的本性是不会动摇的，你的本性是能治万法的。如果本性跟佛完全一模一样，人人都可以成佛的，心佛众生皆有佛性，大家都能成佛的。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个假象污染了，不要被诱拐，我们应该要很清楚，回光返照，随时提醒自己，我们的心性是跟佛一模一样的，佛有的，我们众生也是有的。如果你知道这样的道理，我们过得很自在，无忧无虑，安定的生活。感谢大家，阿弥陀佛。